各位朋友又夠鐘開台啦喎！程南今晚嘅累積獎金數目多少啊？係71萬啊，係一個相當大嘅獎金數字嚟嘅喎。咁啊，相信呢啲觀眾玩起遊戲上嚟咧，都會特別緊張刺激嘅。係啦，嗱，老實講，其實我同程南喺度咧，同參賽嘅朋友心情係一樣緊張。梗係啦。我哋都希望大家都快啲能夠攞咗70幾萬走嘅。係啊，冇錯。咁馬上開始今晚嘅遊戲啦，好嘛？好。好啦，唔該。好啦，嗱，程南唔該你咧，介紹今晚參賽嘅幾位朋友俾大家認識先啦。好啊，咁啊，1號嘅咧就係郭啟雄先生，2號係黃素華女士，3號係陳煥琪先生，咁至於4號咧就係林其忠先生嘅。歡迎4位，馬上開始着爭先嘅話，嗱，時間1分30秒，留意問題啦。第一個問題係問你手上拎住4、5銅同埋7、8萬係叫幾多飛牌？3飛。減1分嚇，係冇胡叫㗎。好啦，第二個問題係問啊，如果唔小心同時跌咗2隻牌出去，咁啱咧有2家人咧分別一家嗌碰一家嗌上喎，咁權利應該係邊一家優先呢？1號。碰嘅。加1分。好啦，請留意熒光幕啦喎嚇。嗱，圖中嘅牌可唔可以食7銅呢？唔得。3號。唔得。加1分。嗱，問題問你老張麻雀裏邊有冇出衝㗎1號。有冇啊？有。減1分。嗱，問題問你，如果手上嘅係東南西北4沓牌，再加1對白板，咁係食乜嘢糊咧1號。要求。減1分係全字糊至啱嚇。好啦，再留意熒光幕啦。嗱，圖中嘅牌摸到1索，抑或3索可以食糊啊4號。3索。減1分，正確答案係1索。問題問你炸糊可唔可以截真糊1號。唔可以。加1分。好啦，問題問你咧，台灣麻雀係玩幾多張牌㗎？嗱，有得選擇喎，17張、16張，抑或18張咧16。16。加1分。問題問你莊家打骰擲出嚟嘅點數係12點，咁應該係邊一家開牌啊？東南西北。北家加1分。好啦，時間到啦。咁而家睇下幾位朋友嘅分數先。好。1號嘅朋友咧係5分，2號嘅朋友都係5分，3號嘅朋友係7分，至於4號嘅朋友咧係只有4分。好啦，咁分數最高嘅咧係3號嘅陳先生，恭喜你！恭喜你！有請安德尊講講目前嘅形勢。第一個回合着爭先咧就玩完啦，睇睇形勢。1號嘅朋友有3分，2號嘅朋友都係3分，3號嘅朋友有4分，而4號嘅朋友咧就有2分。喺呢個回合裏邊啊，3號嘅朋友分數係最高嘅，所以得到獎金係500蚊。到第二個回合甩牌龍虎榜啦。喺呢個回合裏邊啊，參賽朋友如果啊甩中咗8隻或者8隻牌以上嘅話咧，就得到瑞士金運拿名貴手錶喎，價值係1060蚊。我哋睇睇第二個回合甩牌龍虎榜。嗱，提一提大家嚇，甩牌龍虎榜嘅甩牌最高紀錄仍然係停留喺17隻牌㗎。1號嘅郭先生請開始啦。7索。多咗。9索。啱。8索。又啱喎。東。爭啲。3度。對嘅。紅中。又中。6索。中。東。好啦，時間到啦！嗱，郭先生咧係甩中咗5隻牌嘅，咁有幾多錢獎金咧？安德尊，唔該你話俾我哋知啦。 5隻牌咧就有獎金250蚊嘅，我哋睇睇2號嘅參賽朋友。輪到2號嘅黃女士啦，黃女士請開始啦。9索。對啦。哦，9索。啊，真係喎嚇。7索。爭好遠喎。 20。好嘢！好啦，時間到啦。嗱，黃女士呢中咗2隻牌，一樣有獎金㗎，係咪安德尊？2隻牌獎金100蚊。我哋睇睇3號嘅參賽朋友。嗱，3號嘅陳先生咧，頭先着爭先嘅表現就相當好啦。而家呢，請你努力甩牌啦喎嚇，請開始啦。1筒。好嘢，中嘅第一隻就4索。啊，爭啲1萬。
哦，爭好遠。唔知。9鎖，佢仲爭啲， 4鎖，唔係4鎖，決定啦嘛。係中嘅。 2鎖，1萬。好啦，嗱，時間到啦嚇，陳先生又係甩中2隻牌啫喎，同樣啊，安德尊再重複講一次俾我哋聽下啦。 2隻牌都係獎金100蚊嘅，咁睇下4號嘅參賽朋友可唔可以破紀錄啦？一齊睇下。哇！今晚唔好話破紀錄啊，連手錶都俾人攞過喎。4號嘅林先生咧，你要表演俾我哋睇下啦，好嘛？請開始啦。 4萬，好嘢！ 5萬，爭啲啦呢個。 3萬，仲爭得遠喎。 4萬，都唔係啊。中埋幾多？咩？紅中係唔啱嘅，對唔住啊。咁樣啊，林先生咧係甩中1隻牌咋嚇，1隻牌都唔緊要嘅，一樣有獎金嘅。小安話俾我哋聽。 1隻牌咧，仲有獎金50蚊嘅。今晚4位參賽朋友嘅甩牌功夫咧，都係不分上下。究竟點樣不分上下咧？咁問程南啦，程南唔該你。唔該。咁喺今日咧，幾位朋友嘅甩牌成績咧就麻麻地喎，咁冇人咧打破呢個甩牌嘅最高紀錄17隻牌。咁而家我哋睇下幾位朋友甩牌龍虎榜之後嘅分數係點樣啦。咁啊，1號嘅朋友咧甩到5隻牌有4分，暫時係有7分嘅。2號嘅朋友甩到2隻牌有3分，暫時係有6分嘅。3號嘅朋友甩到2隻牌有3分，暫時係有7分嘅喎。咁啊，至於4號嘅朋友咧甩到1隻牌有2分，暫時咧就係有4分嘅。咁啊，而家咧就係1號同埋3號兩位朋友咧就係領先緊。咁好啦，而家將時間交俾劉志玲同埋安德尊同現場觀眾玩下遊戲啊！好啦，抽一位獎幸運嘅朋友係24號， 24號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邊位啊？恭喜恭喜！嗱，有個問題你要答㗎嚇，如果係着爭先嗰個環節啊，有2個人以相同嘅分數勝出啊，咁嗰500蚊獎金歸邊個咧？一人一半。哎，冇錯，一人一半啊！抽第2位。58號58號，58號係邊位啊58號邊位58號請起身啊！嗱，如果甩牌啊，甩到超過17隻牌甩中嘅話，咁除咗得到應得嘅獎金之外，仲有啊幾多破紀錄嘅獎金咧3000。冇錯，3000蚊嚇。抽第3位啦喎！一位幸運嘅朋友咧就係53號53號53號邊位啊？係你啦！嗱，問題問你甩牌龍虎榜限時幾多秒鐘啊3秒。30秒。再打一次，大聲啲聽唔到啊30秒。冇錯啦，答中咗，係真係答得清楚啊！第4位朋友咧都係得到洋服禮券價值係500蚊，而第5位朋友咧就會得到啊大紫燈飾送出嚟嘅燈飾禮券價值係500蚊，其餘都係名貴嘅電器禮品。好啦，咁我哋繼續抽咯一齊睇啲麻雀博士金碰。打麻雀咧，有時啊心理戰好緊要嘅。啊，譬如假如講下你自己做大牌，你最就忌咩咧？有人哋係乒乒乓乓喺度趕牌，因為你一趕到咁上下咧，尤其是如果9張落地咧，你嘅心咧就好驚。所謂9張落地唔係話即係清一色嘅9張落地喎。總言之咧，又碰啊又上咁樣啦，就諗住佢咧必定咧已經係叫到滾滾聲啦。咁啊情形之下咧，你好多時候咧就會降格，唔好做咁大啦。啊，本來咧清一色嘅都係混一色算數啦咁樣。但係如果你可以執住呢種嘅心理咧嚇，倒轉頭嚟行咧，對你亦都係相當有利。我哋舉例講下，如果你上家嘅牌，佢咧嚇6張童子落地，見佢拆過萬子、索子，必定咧係做牌㗎啦呢鋪，即係咧就唔知佢混一色定清一色嘅啫。而你自己咧乜嘢牌咧咁，你就唔係好牌喎，你咧2對1搭上咗1搭。其他啲散收未曾夠搭嘅，喺通常情形之下咧，應該係摸牌最好。但係咧，如果有人打3叔同5筒啊，你計帶碰晒佢，因為點解咧？如果你啊乒乒乓乓連氣2個急碰嘅話咧，冇錯啦，剩翻落嚟咧仍然係散收啦，都係啊唔知幾時先有糊叫。但係咧，起碼係令到你嗰個上家咧產生錯覺，以為你咧必定係叫糊叫到響聲㗎。咁啊情形之下咧，佢咧就會啊〜係好容易，本來咧係做清一色嘅，但係有人啊，既然咧係搶糊搶得咁緊要啦，咁自然啦就係混一色都算啦咁。當然啦咁嘅情形之下咧，
未必能夠令到你係可以免咗輸，但係起碼啦係可以咧輸少啲嘅。咁啊根本上咧打麻雀呢樣嘢唔係話成日可以贏嘅喎，有時咧輸少當贏呢種咁嘅情形係啦。咁啊令到人哋咧個心理上啊係有種即係亂咗步驟咧，實際上對你已經有利嘅。好啦，程南啊，同我哋講講幾位朋友嘅名次分數先啦。好啊，咁1號嘅朋友係4分，2號嘅朋友係3分，3號嘅朋友都係4分，至於4號嘅朋友咧係2分嘅。好啦，咁而家邊位同邊位打先啊？咁今日嘅台主爭霸戰咧就係1號對2號，3號對4號喎。嗱，1號暫時嘅分數係4分，2號嘅分數咧係3分㗎。呢鋪牌咧就係2號做莊喎，2號呢位女士做莊嘅嚇，佢手上有一隻正花，一仔正花嚟㗎。咁啊，大家手牌都係童子牌，大家亦都揸住呢一對或者係一揀呢個番子牌，咁我哋睇睇點樣啦。攞隻一筒翻嚟，打咗隻8筒出去，咦咁叫糊噶咯喎！畫面嘅上邊啊嚇，1號已經叫糊啦，叫咩咧？叫36筒，36筒畫面下邊點樣啊？仍然未叫糊啊！呢隻4筒摸翻嚟咧，佢可以變啊，係咪啊？如果佢打隻1筒出去咧，啊都係仍然叫翻36筒。哦，原來佢手上仲有一對咧孖2正花添㗎。畫面嘅上邊係1號啊！哎呀，連隨摸隻3筒翻嚟，自摸食糊啦！恭喜你啊！1號嘅朋友呢一鋪咧就係食自摸平糊，有2隻正花，所以咧係有4分嘅喎。咁而家我哋又睇下3號對4號嘅比賽啊！嗱，3號咧係揸住4分，4號揸住2分啫。呢鋪牌咧就係3號做莊嘅。畫面上面3號，畫面下邊呢係4號啊嚇。畫面下邊嘅4號已經上咗2張牌㗎啦，但係而家咧仍然距離咧叫糊呢仲有一段路。畫面上面嗰手牌幾靚，不過好大考慮喎，似乎係嘛？現場觀眾咧，好似咧都戥佢有啲不耐煩啊嚇！你究竟想打邊隻咧？嗱，其實好簡單嘅，呢手牌一係就打咗1索出去，一係就拆咗嗰對北，或者佢諗住自己分數高就唔想拆對北啦。哦，呢度摸得好啊，攞隻正花翻嚟，好嗰隻花係番子冇用，掟埋出去。攞隻8索，摸得靚。打1索啦！喂，唔使考慮咁多咯喎，係咪啊？哦，中意一隻新鮮嘅8索，舊嗰隻8索唔要。啊，呢隻發財摸得靚啦，連隨叫糊啊，叫卡窿6筒，卡窿6筒。但係畫面上面亦都好嘢喎，摸翻隻7索喎。其實畫面上面3號咧好好手氣㗎，摸親嗰啲牌咧都好啱使㗎。咁佢又打邊隻咧？係咪打1索咧？又唔係啊？又留翻隻新鮮嘅7索，打隻隔咗夜嘅7索出去，係咪？係啦，咁樣打法原來。白板唔要啦，再摸摸隻乜嘢？俾我哋睇下啦，童子梗係唔要啦。好啦，畫面嘅下邊仍然係叫緊卡窿6筒啊吓，上邊未有呼叫，啊，卒之都摸到對1索翻嚟喎。佢其實好好嘢噶，8索、7索、1索係咁樣一對對咁摸翻嚟噶。哎呀，呢隻索子啱使啦，佢上啊，上咗之後咧唔使再問噶啦，打3索啦，打3索叫糊啊嘛，係咪啊？係啦，打啦。好啦，而家北同埋9索係對碰嘅。機會就好高噶啦，自摸9索食糊啊！3號嘅朋友呢一鋪咧就係食自摸嘅混一色，亦都係有4分嘅喎。咁而家我哋睇下幾位朋友暫時嘅分數係點樣啦。咁啊，1號嘅朋友咧係8分，2號嘅朋友3分，3號嘅朋友係8分。咁至於4號嘅朋友咧係有2分嘅喎。咁即係話今晚嘅台主爭霸戰咧就係1號對3號啦。好啦，1號同3號兩位朋友呢，暫時係同分啊嚇，大家分數都相當唔錯，係揸住8分噶。咁啊，畫面嘅上邊呢係3號啊，點解啲牌有前後座嘅啦嚇？畫面嘅下邊呢就係1號啦，1號呢
手牌相當好啊，手牌相當好。但係我見到呢，好靚喎！原來畫面嘅下邊揸住一對呢係孖二正花喎，咁啊座底已經有2分啦喎。畫面嘅上邊呢，3號已經叫㗎啦，叫卡窿三筒啊！畫面嘅上面叫卡窿三筒，下邊亦都升晒裝啦。畫面嘅下邊1號亦都升晒張啦。上咗佢隻3索之後叫㗎啦，叫4飛牌啊，好嘢啊！4、7、5、8索4飛牌啊，叫上面點啊？有得變咯喎，似乎係啦，真係變咗佢。變咗卡窿5筒啊！畫面嘅上面係叫卡窿5筒，畫面嘅下邊仍然係叫4飛牌，4、7、5、8索，機會相當之高啊！發財唔緊要啦，唔要大家都8筒掉出去亦都冇壞，4、7、5、8索應該機會好高噶。點啊？都係要掉啦，冇用啊！4、7、5、8索，係7索啊，成戶啦，到台主啦。自摸應該識4番。咁而家睇下1號嘅台主有幾多分啦？嗱，大家睇得好清楚啦，1號嘅朋友得到12分，成為台主啦。恭喜晒你！咁我哋抽位家庭觀眾玩幸運金輪咯喎，嚇！好啊！哎呀，好多啊嚇！一張係呢張啦嚇。呢一位係住喺荃灣嘅係曾群容女士，曾女士馬上打電話俾你啊嚇！咁而家安德珠喺嗰邊咧就好心急同現場觀眾玩遊戲喎，一齊睇下好嗎？好啊，我哋一齊睇睇，唔該。又係為眼識英雄嘅時間啦！咁企喺我隔離呢位咧就係今晚嘅台主郭先生，郭先生係1號嘅，請郭先生喺呢個幸運箱裏面抽2位朋友出嚟。第一位朋友答中我問請抽，第一位朋友答中我問題咧，將會得到啊現金獎係500蚊。呢一位係43號，邊一位咁幸運呢？恭喜你！今日台主喺呢個甩牌龍虎榜裏邊咧，甩中咗幾多隻牌咧嚇？5隻冇錯，請坐。請台主抽第2位，呢位幸運朋友係9號啊！恭喜你！你知唔知道今晚啊有冇參賽朋友破咗呢個甩牌嘅紀錄咧？冇，請坐。請台主玩獎金寶，多謝。仲有一位幸運朋友係33號，邊一位幸運呢？恭喜你！今晚啊，台主嘅總分係幾多分啊？12分，多謝你，請坐。好啦，一齊睇睇劉志榮、程南同我哋玩嘅着多寶啦。陳容女士喺度嘛？係啊，我係。你係曾女士啊，我係劉志榮啊，開台節目啊，你而家係咪睇緊電視啊？係啊。係咪睇緊開台啊？係。咁恭喜你啊，你都知道抽中你啦嚇。好啦，劉英偉一句。好啊，唔該程南嗱，曾女士啊，請你回答呢個問題。我哋今晚嘅台主啊，佢係編號第幾號㗎？第1號。冇錯，係編號第1號嘅嚇，佢就係郭先生啦。好啦，唔該程南，幫家庭觀眾曾女士撳一撳個色板啊。好啊。撳出嚟嘅點數，我哋一齊睇睇啊嚇，係13點，係一個大數目嚟㗎嚇。好啦，台主唔該，你撳一撳色板啦。10點。10點啫，咁啊換言之咧，曾女士啊，你嘅點數咧係大啲喎。咁你揀牌先啦，5隻牌裏邊請揀1隻。2號啊。揀2號。2號。哎呀，係獨聽啊。係獨聽唔緊要喎，咁咪揀一隻叫虎牌咯，係嘛？曾女士揀一隻叫虎牌啦。6索啊。6索啊，揀隻6索。曾女士喜歡隻6索。咁而家輪到我哋台主郭先生啦。郭生揀一隻牌先。3號。3號係咩咧？都係獨聽。都係獨聽，咁又揀一隻叫虎牌啦，郭生。8索。8索，咦，大家都要索子喎，咁奇怪啦嚇。好啦，咁啊嚟到咧，我哋最重要呢個環節啦。今晚嗰個累積獎金嘅數目咧唔細嘅喎，但係喺玩呢個項目之前咧，就請程南咧同我哋講講究竟今晚點解2位朋友啊，佢哋都會咧冇辦法揀中嗰個雙飛牌咧？哦，唔係，因為咧家庭觀眾嗰隻喺4號，現場觀眾嗰隻咧就係2號嘅。哦，原來係咁樣啊！可惜大家呢，一個就叫3號，一個叫2號咧，就都先開唔到個雙飛牌。不過唔緊要啊嚇，而家好平均，每人叫1隻叫虎牌嚇。今晚累積獎金71萬。好啦，咁啊首先係家庭觀眾曾女士，你玩先喎，請程南幫你手啦好嘛？好啊。你叫虎牌6索喎。係，記得啦嘛，大聲啲嗌好唔好啊？好，唔該程南，6索，專登6索，哇，2位都係叫索子牌啊，2位都叫索子牌，我哋睇睇啦嚇。哎呀，過咗啊，過多格啦，過多格啊，8索啊，
出衝啊！係咯，都橫掂，如果自己攞唔到，寧願出衝都好嘅，係嘛？咁而家白板咁啊，冇辦法啦，暫時咧就攞唔到咩獎金住啊嚇，曾女士，我哋睇睇台主會唔會出衝俾你先嚇？台主郭先生，你叫翻8索喎，轉隻8索出嚟啦！但係你過頭先啊，我頭先係幾乎係8索啦，睇下咧，郭生會唔會用翻程南嗰個動力啊嚇？咁就差唔多啊！過啲，過兩隻就轉咗6索啊！6索就出衝啊！而家唔得啊！而家個3筒就停咗，咁真係唔好意思啦。好啦，兩位朋友咧都攞唔到累積獎金啊，但係兩位朋友咧都可以攞到安慰獎嘅。係啊，500蚊。好啦，咁曾女士啊，你應該得到嘅500蚊安慰獎咧，我哋同事稍後就會打電話同你聯絡㗎啦。好啊。啊，多謝你參加。多謝你參加。我哋寫出嚟參加過啊。好，拜拜。有爭一隻，係啊。郭先生。有爭一隻。唉，爭啲啊好可惜啊嚇！真係，不過唔緊要啊，有機會再玩過啫，係嘛？係啊好啦，咁啊，郭生咧，呢個環節亦都得到安慰獎500蚊。咁啊，聽晚個累積獎金咧就去到72萬啦。咁我哋聽晚10點鐘咧再同大家見面啦，好唔好？好啊！咁啊，希望咧聽晚72萬咧，睇下有冇幸運嘅朋友咧可以攞到啦。希望可以啦。好啦，祝各位晚安。嗱，記住，聽晚10點鐘我哋再見咯，一齊開台喎。聽晚見啊！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各位好朋友晚安。嗱，我哋嘅累積獎金咧，真係越嚟越累積得大啦。今日嘅數字已經去到72萬啊！ 70萬咁啊係啊！喺今個星期咧，咁我哋啲參賽者咧個個都好客氣喎。咁除咗星期一嘅台主啦，咁啊家庭觀眾出衝俾佢攞咗3000蚊嘅獎金之外咧，咁啊其他嘅朋友個個咧都係只係攞到500蚊嘅安慰獎啫。如果係咁嗱，各位好朋友今晚唔好客氣啦，好唔好啊？係馬上開始我哋嘅遊戲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！唔該。喺節目開始之前咧，我哋喺眾多嘅現場觀眾之中咧，就抽咗4位朋友出嚟參加今晚嘅比賽喎。靜南同大家介紹下啦。好啊！咁啊，首先咧就係1號嘅黃春香女士，2號嘅李小輝先生，3號嘅陳慧蘭女士，咁啊4號嘅咧就係陳偉全先生。歡迎4位。嗱，馬上開始今晚嘅雀雀爭先啊！時間1分30秒，請大家留意問題喎。第一個問題啊，問啊，地虎係咪淨係莊家先可以食嘅呢？4號。唔係，加1分。第二個問題問啊，出衝食出近虎算唔算數嘅？3號唔算。減1分係算㗎嚇。嗱，好啦，請大家都留意熒光幕啦。圖中嘅牌可唔可以食到8筒啊？2號唔得。加1分。嗱，問題問啊，當有人食炸糊嘅時候，邊一家可以贏得雙份呢？2號出衝嗰個。加1分。一副牌之中啊，冇番子冇門風，同埋冇任何腰狗牌，我哋叫佢做乜嘢啊？好啦，時間到啦，答案係斷腰啊！好啦，再留意熒光幕啦喎，我哋圖中嘅牌食到1萬抑或2萬呢？1號2萬。減1分，正確答案係應該食到1萬㗎嚇。嗱，問題問你一副冇花嘅麻雀總共有幾多隻牌啊？4號。136。加1分。問題問你一粒色3點嘅相反一面係幾多點啊？3號6。答案係4點減1分啦啊！嗱，問題問你乜嘢情況之下，我哋會喺尾牌嗰度摸牌呢？2號開槓。加1分。我哋再留意熒光幕啦，圖中嘅牌可唔可以食到3索啊？3號可以。加1分。嗱，問題問你啊，當一家清一色9張落地，而另一家出衝俾佢食出混一色，究竟算唔算包呢？1號唔算。加1分。時間到啦啊！咁睇下幾位朋友嘅分數啊！1號嘅朋友咧係5分，2號嘅朋友8分，3號嘅朋友4分，4號嘅朋友有7分。咁換言之，分數最高嘅係2號嘅李先生啦。恭喜你啊！
請安德尊出嚟為我哋報道下現時嘅情況。經過第一個回合着爭先之後咧，我哋而家睇睇個形勢。1號嘅朋友有2分，2號嘅朋友有4分，3號嘅朋友咧有1分，而4號嘅朋友咧就有3分。喺呢個回合裏邊啊，2號嘅朋友得到嘅分數係最高嘅，所以得到獎金係500蚊。第二個回合甩牌龍虎榜咧，如果參賽朋友啊可以喺呢個回合裏邊咧甩中咗8隻牌或者8隻牌以上咧，都得到啊瑞士金韻拿名貴手錶。我哋一齊睇睇甩牌龍虎榜。嗱，好似已經有一段時間咧冇人打破甩牌最高紀錄喎，所以而家甩牌最高紀錄咧仍然係停留喺17隻牌。好啦，睇睇今日1號嘅黃小姐啦，黃小姐請開始。5筒唔對喎， 4索中啊，東爭啲3索係啊係3，可惜唔係索。 5筒6筒好啦，時間到啦，1號嘅黃小姐呢就甩中咗1隻牌，都有獎金㗎，唔使介意啊。小安話俾我哋聽，甩中咗1隻牌咧就有獎金50蚊，但係冇獎品喎。我睇睇2號嘅朋友。嗱，2號嘅李先生咧着爭先咧就果然能夠爭先出線，咁睇睇甩牌龍虎榜你點樣表現啊？好嘛，請開始啦。3筒中1筒好嘢，中2隻啦。紅中咦，中第3隻咯5筒3索喎，中4隻啦。 4筒中5隻啦。 4筒咦，中6隻咯喎， 8萬中第7隻。好啦，時間到啦，最後1秒鐘中埋隻9筒。咁換言之，李先生係甩中咗8隻牌㗎，有獎品又有獎金啊，係咪啊，小安？係啊，獎金咧就有400蚊現金獎，而獎品咧就係名貴嘅手錶喎。我哋睇下3號嘅朋友又點喎？3號嘅陳女士準備好未啊？請開始啦。東對啦， 4萬中嘅2索又中，紅中再中，藍唔中， 8筒唔得， 8筒都爭啲時間到啦嚇。嗱，陳女士總共咧中咗3隻牌啫嚇。我哋專員講俾我哋知啦，中3隻牌有幾多獎金？3隻牌獎金150蚊，咁又睇埋4號嘅朋友，睇下可唔可以破紀錄咧？4號嘅陳先生請開始啦。1筒中東爭啲5萬好嘢， 4筒中3隻， 1索中第4隻， 3筒哇！喺中第5隻啦7，筒中第6、 4索第7、 8萬第8隻藍中埋，北都中5萬4索哇！喺一路中啊！東8索好啦，時間到啦，好嘢啊！陳先生總共咧係中咗咧13隻牌嘅，獎金獎品乜都有咯，係咪啊，小安？係啊，獎金咧就有650蚊，獎品咧就有名貴手錶。咁而家程南就話俾我哋聽下，究竟今晚嘅形勢係點樣喎？到而家為止。唔該晒你安德尊，咁喺今晚咧仍然都冇朋友咧就可以打破17隻牌嘅紀錄，攞到你3000蚊嘅獎金喎。不過唔緊要啦，我哋寄望聽晚啦。咁好啦，而家睇下甩牌龍虎榜之後嘅分數係點樣啦。咁啊1號嘅朋友咧甩到1隻牌有1分，暫時係有3分嘅喎。2號嘅朋友甩到8隻牌有3分，暫時係有7分嘅。3號朋友甩到3隻牌有2分，暫時係有3分嘅。咁至於4號嘅朋友甩到13隻牌有4分，暫時咧係有7分嘅喎。咁今日咧啲朋友啲分數好得意啊，有2個3分，2個7分啊。咁好啦，而家呢個時間咧就係劉志榮同埋安德尊咧為大家送獎品喎，我哋一齊睇下。好啦，抽出嚟呢個號碼咧係85號，85號係邊位？85號係啦，嗱問題係問你啦，喺甩牌龍虎榜啊，每得中1隻牌有幾多獎金啊？50，冇錯，答對嚇。跟住第2位朋友答中問題咧，就會得到新橋咀島西貢俱樂部送出嚟嘅2人海鮮套票。呢一位幸運嘅朋友就係呢位咧，就係72號。72號邊一位？係咪小姐喺上邊？係啦，問題問你喺甩牌龍虎榜裏邊，如果甩中17隻牌有幾多獎金？850。
仲有大聲啲講唔該。嚇？幾多啊？1850即係啱嘅。問題係60號。 60號邊位？嗰位先生。好啦，問題問你啊，如果咧擺喺龍虎榜裏邊啊嚇，甩到超過17隻牌嘅話，除咗應得嘅獎金之外，仲有幾多加獎金啊？3000蚊。冇錯啦，加多3000蚊。第4位朋友答中問題咧，都係得到洋服禮券價值500蚊，而第5位朋友答中問題咧，仲可以得到大紫燈飾送出嚟嘅燈飾禮券價值係500蚊，其餘都係名貴嘅電器禮品。而家我哋睇睇麻雀博士。各位朋友，咁啊，琴晚咧，我同各位講啦嚇，就根本上麻雀咧個心理戰嚟噶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如果你見到有家牌咧喺度做大牌啦，你咧嚇就故意啊碰到乒乒乓乓咧，令到佢咧心急啊，有時咧就即係鋸低啲台腳啊，都要食糊啊。喺另外一方面嚟講咧，如果你自己做鋪大牌啦嚇，亦都係啊，如果係令到咧其他3個人啦嚇，最後警覺到你係真係做大牌咧，對你係好有利嘅。嗱，我舉例嚟睇鋪牌嚇，假如你已經係上咗2沓童子㗎啦，手上邊好似而家所見咁樣，仲有啦係4隻童子，另外1隻索子，2隻萬子嘅。如果你啊個上家打隻4萬咁啦嚇。咁你咧就不妨諗下拎2、3萬出嚟，咁啊但係咧諗完一輪之後咧就唔要佢隻牌喎，然後咧嚇就繼續去摸牌，咁啊摸完之後咧你就千祈唔好打2、3萬，一定要打隻5索先，或者啦手上你摸隻牌唔要嘅亦都係打。一定要啦係摸齊晒童子啦，然後先正咧係拆翻2、3萬。點解咧？咁人哋一睇見你話呢個人啊，可能仲會上2隻萬子，諗住佢都唔係做童子嘅話咁樣，起碼啦有機會啊會咧係再俾隻童子你上咁樣啦，你啊9張嘅勢成咧就令到啊自己係有利好多㗎。因為啊，你根本上咧嚇，你嗰隻2、3萬咧，你拆唔拆嘅時候啊，人哋咧都會知道噶啦。咁所以咧嚇，就算俾人哋知道早啲先啦，起碼人哋諗住呢個或者嗰啲牌都唔係好齊，所以啦佢啊仲會考慮到咧係上呢個萬子，但係根本上咧你完全啊係冇咁嘅動機嘅。呢啲咧實際上啊，亦都係心理戰嘅一部分。我哋睇下幾位朋友嘅名次分數先啦。1號嘅朋友3分，2號嘅朋友4分，3號嘅朋友3分，4號嘅朋友4分。換言之，即係分開咗咧，男子組就多1分，女子組就少1分喎，係嘛？係啊。咁抽籤之後決定邊位同邊位打先啦。咁今日嘅台主爭霸戰呢，就係1號對4號，2號對3號。好啦，先請出1號同4號嘅2位先，唔該。嗱，1號而家嘅分數呢係3分，4號嘅分數係4分嘅嚇，略勝一籌。咁我哋見到畫面嘅下邊4號呢，嗰手牌就相當靚啦，成手童子牌。而家呢鋪牌係下邊嘅4號做莊嘅喎嚇，佢有一隻花，可惜嗰隻花呢就係爛花嚟，不過唔緊要啦，手牌咁靚，有乜相干啫？嗰隻6同翻嚟摸得好靚啊，咁啊叫糊啦！1、2同對碰啊，畫面嘅下邊啊，1、2同對碰，8同唔要啦，北亦都冇用，畫面嘅上面仲未叫糊嘅喎。4同開槓啦，開槓摸隻靚嘅翻嚟俾我哋睇下乜嘢嚟㗎？白板就冇用啦，掉咗佢啦，係啦，仍然係叫翻1、2同。呢邊摸隻8索翻嚟，咦叫糊啦喎！畫面嘅上面叫糊，叫卡窿7索，摸隻2同翻嚟打唔打得打？喺現場觀眾有人提佢叫佢唔好打喎，但係佢卒之都不受人哋嘅控制，打出去食到好嘢。4號嘅朋友呢一鋪咧就係食打出嘅清一色係有4番嘅喎，咁而家我哋即刻睇下2號對3號嘅比賽啊！好啦，2號對3號要暫時係4分，喺呢鋪牌佢做莊嘅，3號嘅分數呢就略為低咗1分，係3分啫揸住。畫面嘅上邊呢就係3號，畫面嘅下邊呢就係2號啦。畫面嘅上邊已經碰咗對北啊，
發財都冇用啦。好啦，畫面嘅上面而家叫糊啦，叫緊乜嘢咧？叫58筒啊！下邊亦都叫糊喎，叫47筒。一個叫咧58，一個叫47。摸隻5筒翻嚟，呢隻5筒拗教啦，出衝啦！3號嘅朋友呢一鋪咧就係食打出嘅1分喎，咁而家我哋睇下幾位朋友暫時嘅分數係點樣啊？1號嘅朋友有3分，2號嘅朋友4分，3號嘅朋友4分，4號嘅朋友係8分嘅。咁啊，雖然頭先嗰鋪咧就係3號嘅朋友食糊啊，咁不過佢嘅分數咧就同2號嘅朋友相同嘅喎，咁所以佢哋而家咧就打多一鋪，睇下邊個可以出線呢？同4號咧打呢個台主爭霸戰啦。好啦，咁馬上開始啦！嗱，呢鋪係唔計分㗎，志在出線嘅啫。其實而家兩位呢都係揸住4分嘅嚇。我哋睇睇呢鋪牌點打啦。畫面嘅上邊呢係3號嘅女士，畫面嘅下邊呢係2號啊嚇。呢鋪牌呢就係3號呢就做莊嘅，咁啊2號呢就摸咗一隻咧爛花翻嚟喎。咦，碰咗呢隻牌之後呢，佢照計如果而家打咗隻6筒出去呢，就有糊叫嘅。但係佢就唔叫喎，佢似乎係想做一做牌喎。做牌啊，係啊，想做牌啊。畫面下邊啊，仍然呢，仲要努力好耐先可以叫糊。打埋1索啦，寧願揸隻番子牌。唉，白板要打嘅呢啲流嚟冇用嘅，呢個就環境啊。好啦，呢邊摸得靚啊，摸隻6筒翻嚟摸得認真靚啊！而家又對碰啦，嚇2筒同埋6筒係對碰嘅，畫面嘅上邊係3號啊，2、6筒對碰。點啊？碰咗佢，如果碰咗佢咧，咁樣就麻煩啦，變咗咧就雞糊格啦，咁樣嚇。仲摸多隻咧，又係爛花翻嚟，咁啊呢鋪牌咧麻煩啦。起碼要自摸至食得出啊！畫面嘅下邊啊，畫面下邊係2號嘅男士，上邊咧而家又變咗咯喎，叫58筒，叫58筒。下邊如何咧？下邊一定要自摸啦！人哋打咗出嚟啊，但係你唔食得噶。佢明白啊，因為自己咧係雞糊格啊嘛。而家我哋台主爭霸戰係唔准食雞糊嘅嚇，應該啦。誒？好大考慮喎，應該呢就等自摸好過啦，唔好再變啦。如果你咁樣打出去呢，就分分鐘啦，打隻5筒出去就出衝啦，冇辦法啦。咁喺呢一鋪呢，亦都係3號嘅朋友食糊嘅喎，咁所以今日嘅台主爭霸戰呢，就係3號對4號啦。嗱，3號嘅分數係4分，但係4號嘅分數係8分，分數好高啊嚇。呢鋪牌咧，無論如何呢，3號呢位女士一定要做大佢啦，想辦法做大鋪牌啊！畫面嘅上面呢就係3號，畫面下邊呢就係4號，但係4號嗰手牌呢其實好靚，我哋睇到啊嚇，而且佢仲咧非常之好手氣，摸親都入張。你睇下，你打筒子俾佢都唔要得，自己摸親都入張，摸親都靚啊，使乜要呢？係嘛？好啦，而家叫糊啦，畫面嘅下邊叫糊啊，叫緊偏張7筒，偏張7筒，偏張7筒我都未見過啊，一定機會好大啦。上面碰咗1索，喂，應該就打筒子啦，梗係咧，因為你分數呢實在太低啊嘛，一定要做牌㗎，係嘛？哇，攞隻8筒翻嚟，轉啊，打咗9筒之後連隨轉張啦，再。而家8筒同埋西呢係對碰啊，畫面嘅下邊4號啊。自摸8筒咁啊，冇辦法啦，做台主啦，恭喜你啦！無花自摸揾一式4番喎。阿點睇台主而家幾多分啊？好啊，嗱，4號嘅朋友得到分數呢12分，好高分數啊，恭喜晒！我哋馬上抽位家庭觀眾啊！家庭觀眾馬上抽啦！誒，呢張啦好嘛，抽到啦嚇！呢一位呢係李海柏先生，係住喺九龍何文田俊文苑嘅。嗱，李先生馬上打電話俾你啊嚇！咁好啦，而家睇下安德尊同現場觀眾玩遊戲先啦。好啦，睇睇先啦。唔該晒，劉志榮、程立又到為眼識英雄嘅時間啦。咁企喺我隔離呢位咧就係今晚嘅台主4號嘅陳先生。陳先生咧就請你喺4號嘅幸運箱裏邊咧抽2位幸運朋友出嚟。你係第一位朋友答中個問題咧，將會得到現金獎係500蚊。呢一位幸運朋友咧就係71號，71號係邊一位啊？
71號啊！恭喜你！你知唔知今晚啊台主呢個甩牌龍虎榜裏邊啊甩中咗幾多隻牌啊？ 17隻。嚇睇清楚喎，幾多隻啊13隻。 13隻冇錯，請錯。請台主抽第二位，呢一位幸運朋友係53號，53號係邊一位？邊一位？53係咪啊？請起身，係恭喜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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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你！你知唔知道啊？今晚啊台主嘅總分係幾多分呢12分。 12分冇錯，請錯。多謝台主，多謝台主玩菜多寶。我仲有一份禮品咧送俾現場朋友，呢一位係93號，邊一位？93號，恭喜你！你知唔知今晚啊台主有冇贏到呢個雀雀爭先呢嚇？冇，請錯，多謝。李海柏先生歡迎你。係啦，黎先生請你回答個問題問你我哋今晚嘅台主啊，得到嘅總分係幾多分啊12分啊！絕對正確嘅嚇。好啦，李生，而家程南咧就代表你咧撳一撳個色板，睇下你得到嘅點數，唔該。得到嘅點數係幾多啊？12點都算係一個大點數嚟㗎。咁啊，跟住輪到我哋台主咯喎。台主係陳先生啊，陳生隨便啦。陳生得到嘅點數係，哎呀，非常之大喎，14點添喎，係咪啊？係啊。好啦，咁既然係咁啊，陳偉全先生，我哋嘅台主揀牌先啦，5隻牌裏邊任擇其一啊。3號。 3號係乜嘢嚟㗎？程南。3號係。哎呀，好嘢啊，雙飛啊，揀到隻。好啦，台主揀2隻叫虎牌啦。1索。同2索，哇！要晒索子喎，點解台主要晒索子喎？好啦，咁啊，李先生，家庭觀眾李海柏先生，係啊，你都揀一隻牌先啦。我哋要2號啦。你要2號，雙飛。啊，獨聽啫喎嚇，唔緊要，揀一隻叫虎牌啦，李先生。我哋要8萬啦。 8萬啊！好意頭啊！8萬，好啦，咁既然咧大家都揀咗牌，我哋睇睇。哎呀，原來家庭觀眾嗰隻雙飛牌係1號啊嚇，咁唔緊要啦。今晚嘅累積獎金咧，其實數目相當唔細㗎，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啦，啱唔啱啊？程南？係啊，係72萬。好啦，依照次序咧就台主玩先喎，台主高抬貴手啦，你叫碗牌係1索2索啊嚇。雙飛嚟㗎。台主咧獨愛索子，睇下係咪索子啊，1索或者2索。哎呀，過多格9索都好啊，走去個北度停咗佢喎。哎呀，真係唔好意思啦，台主咁樣嚇。好啦，咁嘅機會咧就嚟到我哋家庭觀眾李先生嗰度啦。李先生咧就喜歡隻8萬，咁我哋就請程南幫你手，希望可以幫你轉到隻8萬。唔該，程南。好啊。大力啲啊！大力啲喎，哇，好大力㗎，真係好大力㗎。8萬。 8萬。8萬啦，過咗隻啊，5萬停啦。喺個綠銅嗰度停喎，真係唔好意思啦。過多隻係隻5萬都有1000蚊啊嘛，係咪啊？如果咁嘅情咧，真係唔好意思啦，李先生嚇。緊要啦。咁啊，家庭觀眾同埋台主咧都轉唔到個叫虎牌，即係攞唔到累積獎金，但係每人都得到500蚊嘅安慰獎㗎嚇。李先生，我哋嘅同事稍後再同你通電話。好啊，多謝你參加，多謝，拜拜。今日啲朋友都好客氣啊。係咯嚇，咁客氣啊，咁唔緊要啦，台主仲有機會嘅，就星期5晚可以再嚟再戰過一次。係啊，咁聽晚嘅累積獎金係73萬㗎啦。好啦，我哋聽晚同大家再見，祝各位晚安。拜拜。